條題目就話有一架火車啦，由一個站出發啦，咁姑且叫佢做 A 啦，跟住咧佢就停喺另一個站嘅，咁姑且叫佢做 B 啦。佢 A 站同埋 B 站之間嘅距離咧就係12公里嘅，咁係一條直線嘅。跟住咧佢嘅 maximum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嗰架火車嘅最高加速同埋減速咧都係5米每秒平方。跟住咧佢嘅最高速度咧被限制喺20米每秒嘅。佢就問最短時間去行完呢1.2公里嘅時間啦。首先我哋畫 A 同埋 B 呢兩條時間先，呢兩條軸先，我畫高啲先。首先 A 站啦 ，B 站啦，咁佢哋之間咧係1200米嘅1.2公里。咁其實咧，如果要揾最短時間咧，咁一定係加速咧係用盡㗎啦。加速用盡，並且咧行駛之間咧就一定係行緊最高嘅一個速度啊！咁呢個係個常識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可以將呢個嘅路段咧分成3段嘅。首先第一段咧就係由呢個嘅由一個速度為0加速到20米每秒嘅時間啦。我哋姑且叫佢做時間叫 T1啦。跟住中間咧由喺20米每秒嘅速度行駛嘅最高速度，咁姑且叫做 T2啦。咁第3段時間咧就係由20米每秒降到0米每秒嘅減速階段 T3嘅。咁我哋其實可以發現咧，因為佢嘅 acceleration 同 deceleration 咧都係一樣啊嘛。我哋其實可以發現 T1 係等於 T3嘅。咁我哋做翻啦 T1 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嘅acceleration 佢條公式嚟解啦。acceleration 咧就等於 delta v over t 啦。咁acceleration 咧就係5米每秒啦。咁 delta v 咧就係由0米每秒去到20米每秒，亦即係20減0嘅 over T1啦。咁 T1 好明顯咧就等於4啦。咁呢個 T3 都係同理啦 ，A 就等於 delta v over T3。咁-5咧就等於0減20嘅，0減20啦。T3咧同樣地都係等於4秒。咁我哋想知道由呢段之間嘅距離，我標嘅呢段，譬如話呢段之間嘅距離行幾多，先可以計到中間 T2 用到嘅時間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就用一條最簡單嘅公式啦。譬如話，因為佢 initial speed 係0，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嘅 S 等於 UT 再加1 over 2 AT square 啦。咁 U 係0啦，我哋就可以 S 就等於1 over 2 acceleration 係幾多啊？5啊嘛，5米每秒平方，同埋個速度係4平方。咁亦即係咧呢個嘅 S 咧 ，S 其實咧就等於40米嘅，40米應該冇錯啦，85中40。所以咧呢一段我 highlight 住嘅呢一段啦，同埋呢一段咧，佢哋嘅距離咧都係40嘅。所以咧 T2 行嘅距離咧，我哋就可以輕鬆計到啦。T2 行嘅距離咧，我哋就可以計到係1200再減40乘以2，咁就等於1120米啦。1120米，我哋咧就可以用呢個最高速度啦。個時間咧就等於用 speed 啦 ，v 等於 s over t 啦，亦即係咧20咧就等於1120 over t 嘅。咁 t 咧心算就計到係56啦，56。所以咧 T2 咧就等於56嘅。咁 total time 咧就係 t 就等於4加56再加4啊。咁最後咧會計到64秒嘅。答案咧就係 D for dog 啦，D for dog。